啊，够好，老师，咱这是什么款的音乐啊？哦，阮这叫做八音。八音。嘿，八音。诶，八音较像是客庄较有的吼。诶，逐个人拢是安尼认为，但是阮遮的八音有阮遮八音的故事嘛。阮较早遮即个所在有一个军队伫遮，因为军队吼，因那呀种歌要出巡的时阵，因就拢会奏即种音乐，就是即个八音。到尾仔的时阵，因为咱有足侪传统的宗教，开始就有即种音乐，咧过年过节的时阵，因嘛会演奏即种八音来庆祝安尼。等下啊。八一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老师，你讲八音对不对？按个我安尼算来算去，敢若7位尔咧。7位尔对对啊，系啊，减一个啥，恁敢知影？唔知。唔知吼，有一个乐器叫做达拉，阮叫做达拉，嘿。达拉。达拉可能大家拢唔知伊是啥。我较像无听过。系啊，吼，迄就是咱统称的叫做唢呐。所以老师今仔负责分达拉的师傅今仔无来。嘿对。拄好有代志。迄个你才会当看到7位。老师，阮摕即款会图，安尼你毋就是阮的馆主？是无毋对，你找着我。原来啊，老师就是馆主。安尼刷落来，咱这关是要？阮的任务是啥物咧？你的任务吗？哦，我是想讲，互恁一个足简单的。哦，安尼好，安尼好。但是我是感觉简单，我毋知你感觉有简单。因为吼，老实讲吼，我的耳孔介重啊，所以吼，啥物声音我拢听无。毋是阿成吼，甲我讲，你有听到？我想讲，真正有呢。我行入去啊，我入去人的教室看到，我那个时代拢咧演奏，够厉害的。我较早毋捌真正讲听过八音是生做啥款，即届听到这个八音，听起来感觉有一点仔像咧人咧庙里咧闹热，毋过佫无啥相像，较有一点仔较严肃小可、较稳重小可的感觉。少年的，你是算教未？我咧试看卖，你真趣味啊！你唔知大啥物好，拜托嘞！你试这啊不？公你写。请阿公写专业的甲我教一下。哦。阿公你，阿公，我袂大个啦。我袂大也大那种啊，这我讲是较困难，好无？阿公咱不用。迄较无困难，迄个较困难，还没闲了较困难。迄3、4项拢无困难，拢简单的就对啦。这2项是拢差不多啦。这个是用对那个边加鼓出来，迄个是加嘛，这爱。谢，安尼讲，安尼讲啦。简单的吼。切啊！是讲阿公，你甲阮先介绍无？你今年几岁啊？我今92岁。92岁。92岁。我看袂出来，就个身体个足勇健。阿公，你边仔迄个水姑娘是啥？你正病啊？第一个水姑娘啊？对，我食饭的。问到恁太太。逐工同齐食饭。阿公，安尼我问你哦，你平常时敢有伫厝咧演奏，阮太太听？我拢无。你无少浪漫的。较少年是有你把我讲出来啦。你就是安尼家己求婚的哦。唔对啦。阿公，我头拄看你咧表演时，你咧拍，你互人歹势啊！哎呦，歹势啦！你要结婚过6张。拍板应该是较重要的工课。你今仔教阮教讲要安怎拍板，要安怎用迄册仔来介绍夹安尼好无？轻上尾一个。这边落。你会使吧？我试看嘛，甲对会着。有感觉啊，有感觉啊。分鋪尾就是安尼。我講較緊，吹也分足緊。哦。所以就聽聲音對人講的對吧？主要。對啦。所以主要這邊落就是聽上尾後邊3聲。你愛聽這尾愛是哆。哦，安尼會使。阿公這叫啥？獨歌啊！我像咧獨。當天我咧講韓國，這個是啥？你兩個。
有些通。行在讲的破，同款的呀同款。嗯啊，当初以前拢听尾声，哼，一两三千安尼吼，对对对。迄功夫还足深才有法度啊。感情蛮好啦吼。感情好。啊，咱来考验看卖阿公，阮三个感情有好。有啊，你啊，拢也袂死那你选啊，你选啊，你要选讲谁？选一项，来。哦，迄我看真难哦，这真阿公，这我袂晓。我选这个，我选这个。你哪会你毋是你若教吗？好，安尼我就讲这。我讲啊。好。哦，你讲就安尼行啊，啊，所以啊，你不着。无，我听阿公伊咧唱歌，我全听到袂去啊。伊无咧听。阿哥啊，就安尼讲啊。哼，我听到你袂去。搁演奏一届哦吼。好来。安尼啊，太大啦。我问你，安尼应该有通过考验，到迄个科研到通过啊，安尼学起来了。会使对不对？安尼，我嘛通过。阿公，我感觉伊足高水的呢，因为伊已经92岁啊，啊，毋过伊啥物乐器拢会晓演奏，啊，像讲像我啦，我都真正较憨班。啊，阿公咧教我教的时阵啊，我就甲伊讲，阿公，你爱教我看哦。啊，伊就安尼足大老的点头，我就安尼讲落。我甲阿贤、甲阿公佫学了袂歹哦。阿贤，你看。几多的材料，这是要？我阿嬷徛伫遮。阿嬷，阮家己是要甲你学这个哦。啊，这是啥物啊？这梨啊，这叫做竹梨啊。竹梨啊。啊，较早我咱有叫瓜筋。瓜筋啊。哦。瓜筋，啊，拢去迄劈下做，啊做打，啊用这样的拔哦，一块一块啊做花瓣。啊，无你当时会若用着。要出外，若要像讲要搭飞机去新华卖，我拢伫迄308九边，遐足远吼。系啊。啊，我拢行去到新华，啊，就拢举花瓣安尼。花瓣啊，要行偌久啊？行伫，阮若伫迄个308九伫遐较远。啊，阮伫阮的厝遐较近公啊哪遮，差不多行上啊3点外钟。3点外钟。半暝2点就起床啊，哦，啊，就安尼去遐准备啊。所以迄阵是阿公甲你打的水果。无啊，迄阵也无熟悉啦，也无熟悉，迄阵佫姑娘啊。阿嬷，啊，你今年几岁啊？我今年啊，阿嬷袂识，我有16岁，对不对？你袂？搞年纪啊！阿嬷几岁啊？要90啦。要90啊！要90啊！哇，看袂出来呢。好啊，阿嬷，你刷落来。好无？后要甲迄个。要安怎嘿？对不对？啊，要先放伫遐这哈。嘿。好，啊，就把头开。好，头开。我拔互你看，啊嘛是上咧斗啦。这敢嘛足歹做诶。袂啦，啊，就上咧甲种啊开底咧好好，啊种啊好呢。阿公讲袂使白伤暗，你看迄个。阿公你后壁出声。我知道，即马要换咱开始来拔啊，系啊，换阮拔。阿嬷毋是用拔好。阿妈就要偷开啊。阿嬷你是关注哟。好，给你试试看啊。阿嬷，我用这叶啊，敢有法度拔？会使。哦，这轮轮呢？香蕉丝。我哪会这个水香蕉环。哦，是，拔这敢有啥物技巧啊？还是？哦。较优秀的。阿嬷唔讲话啊！阿嬷，你无看到吧？我有看。不是，我是讲。有看，当然无看啊。你无看到我用灯去吧？我有看。人要留场面，互你个家己要改。我用要吼出来。阿嬷，啊，你看卖啊，阿成安尼。
做个北啦。你想拢学了呢？一人学了，这人嫌啦。鼓励啦。阿嬷，安尼我要来点火啊！我要来试看卖啊，用这火切啦，火这个啊，你克哈。火切啦，试看卖啊的哦。阿嬷讲点迄个较大的。一支点。试看伊若够大，哦，啊若无够大，只有够大就可以。有吧，咧烧吧？有呢。你们摸烧着你的火，你们烧手哦，还是？别。有呢，你真正咧导火啊！这赶紧咧烧有一个芳气，有一个特别的味。做火把看阿嬷咧做是真简单，按个你家己实际落做的时阵，我还讲，迄个北嘛是有一个美角，要安怎北袂伤杂，啊嘛袂伤细，互迄个火会当烧较久，这嘛是有功夫伫内底。这落雨老师，安尼，咱今仔的挑战算是有顺利成功哦，讲你有够赞。顺利过关。啊，所以咱即摆举这火把是要创啥啊？对啊，这火把就是咱古早的迄个长辈用咧照明的物件。好，吼，因为古早咱若无迄个手电筒啊，无手机啊，嘿用就地取材的方式，比如讲像咱这就是竹仔做的嘿啊，火把，嘿啊，咱即摆吼就是咧体验一个讲吼，咱古早人吼，咱的长辈、咱的祖先，因咧举这个火把行路的迄款情形的感受。好。真正真无简单的。对啊，即马雨安尼落来，愈来愈困难，这个挑战咱来搞火啊，保护好。爱顾好啊，我就看无路。有啦，即马佫足旺的啦。迄个古早人因咧举这的时阵，迄落雨天，毋知要安怎举，我嘛，系啊，若真正落迄足大的雨，我有感觉讲足够的呢。咱即个咱的祖先的智慧真正有够厉害。呢，刚才阿嬷有甲阮讲，安尼可能阮三个拢放了完啦。像咱进前有来咱即个社区，咱即个教会的传教士，也是讲做生意的咱的外国的遮的人士，吼，因嘛是半暝仔咧行路，嘛是拢爱摕火把。比如讲，咱上知影的就是迄个马雅各跟汤姆森，吼，伊是对咱即个所在吼有足重要的贡献。啊，因其实吼，因咧行这条路的时阵，按对跋马一直到公安那，一直到目沙，这个所在吼，这条路，因其实要行的时阵嘛是拢爱摕火把。